經書在雅各書1:19節樣講到，兄弟姊妹們記得切家去過多並兒空嚟談，並慢嚟講法，但係呢，因為多講法，思想會講錯法，會得失當然。嗱，佢交代切家唔冇按掹不壓不相如嘅一個聖經。嗱，所以切家多個多並點去談，唔冇按掹出一個橋法。多出橋法，按行為特色當然，將自己講錯唄，將自己講到你都朋友間唔合意嘅唄，所以呢個經書教家係過多談。嗱，佢接係呢個雅各書1:20節啊，因為人不相人不壓嘅人啊，都係要做到上帝嘅真理嘅合意。嗱，上帝教把自己係過多談，唔係掹出橋法，因為咗上帝。呢個多談了是家你哋心中度思想呢啲嚟簽下嘅簽了，自家就嚟出橋法，嗱就上帝交出自家用緊咗，自家嘅就由所到出講到嘅法，人家又合談，人家又合意，上帝要合意，阿們。